位空中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狗兄539频道。黑狗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15拜六精彩539三七高朋版。伫咧介绍版路进前，咱先来恭喜祝你。黑狗兄甲大家介绍一版三七高朋版0809二次，咱顺利开出3中1。中这粒08，恭喜各位有得到黑狗兄的朋友顺利中奖。即马咱就开始看3月15拜六精彩539三七高朋版。咱今日这版呢，为7月初4开始。7月初4，一二一五开第2粒甲第3粒，开共期。下8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7月13该画起来。咱今日这版三七高朋版最简单的，一二一五开咧第2粒甲第3粒，开共期。下8期会拖16、23、29这3粒豆仔，直接拖落来。过来，咱即摆看第2期，第2期伫咧12月初3，12月初3这嘛是共款，一二一五开第2粒甲第3粒，过来下8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2月12该画起来，共款，一二一五开共期，下8期。会拖3粒豆仔，这3粒豆仔叫做16、23、29，共款3粒顺开，三七高碰。过来，咱即摆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3月初6，3月初6这嘛是共款，一二一五开第2粒甲第3粒，过来。下8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月15拜六该画起来。共款，一二一五开共期，下8期爱拖3粒豆仔，这3粒豆仔叫做16、23、29，互大家做3月15拜六。精彩539三七高朋版参考，这3粒豆仔，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黑狗兄今日的分享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，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黑狗兄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